吉他課程為以下職業人士而設，例如護士、消防員、髮型師、健身教練、餐飲業，甚至係老闆等等。我知道你一直好想學識吉他，但係揾唔到琴行同老師，因為普遍琴行係需要固定日子同時間上堂嘅。但你唔使擔心喎，我呢條影片咧或者可以幫到你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King Lam 啊，我教授咗電吉他、木吉他已經有20年嘅經驗。喺20年經驗裏邊咧，我教授咗好多唔同嘅學生啦，有好多學生咧係私人跟我學嘅喎，因為佢哋比較難抽到固定嘅時間日子上堂咯。咁而我私人導師咧就可以配合到你哋啦，因為我係一個私人音樂老師，所以你係唔使擔心上堂嘅時間嘅，因為我可以配合你。傳統嘅教學咧就係每星期一堂，固定嘅日子同時間嘅。我私人教學可以每個星期預約日子同時間。如果你日程表嗰個星期比較忙嘅話咧，你可以一個月上3堂，甚至2堂都得嘅。我估好少老師可以咁樣配合㗎。如果你有興趣報我課程，歡迎聯絡我。